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投埔里出名的观音水墙。最近这个步道的石壁甲这个石头，拢互用红漆来写大大字的佛字，而且伫袂少的告示牌面顶，讲打南无阿弥陀佛的大纸破坏着景观。像我安尼伫风景区画红漆白是违法的，相关痛啊罚3000。 要去南投观音水墙的步道顶悬，竟然出现了“佛”这个字，看起来敢若亲像是用油漆写起的。有的写伫山壁顶悬，有的写伫石岩顶悬，甚至连溪水内底石头拢有。写的人除了讲走到溪内底，甲“佛”这个字写伫石头顶悬，边仔注意落石头告示顶悬，嘛去用大一个南无阿弥陀佛。民众讲，虽然这叫做观音水墙，但是安尼乱写嘛是对景观的破坏。为了大家安全如果说要景观来讲的话，就是好像不太好。 影响美观啊，不好啊，破坏大自然啊。管理部的南投县政府讲，风管所会派人去消毒山壁和石头顶悬的字。另外，林务局嘛较接巡逻，增设巡逻箱，加强巡护。那一方面我们也会请警方来配合像譬如说森林警察啦。 或者是地方的警察配合，到底是向乱写字？林务局和县政府已经向警方报案，嘛提醒讲，离景点嘛是古迹顶悬写字画图，拢已经违反社违法，会当罚3000块以下的罚款。